詩篇54篇，西弗人來對掃羅說：大衛豈不是在我們那裏藏身嗎？那時大衛作這訓誨詩，交給聖詠團長，用絲弦的樂器，遭敵迫害，求主保護。撒想：神啊，求你因你的名拯救我，憑你的大能為我伸冤。神啊，求你聽我的禱告，側耳聽我口中的言語，因為陌生人興起攻擊我，強橫的人尋索我的性命。他們眼中沒有神。細拉，看哪，神是幫助我的，主是扶持我性命的，他要報應我仇敵所作的禍。求你憑你的信實滅絕他們，我要把甘心祭獻給你。耶和華啊，我要頌揚你的名，這名本為美好。他從一切的急難中把我救出來，我的眼睛也看見了我的仇敵遭報。詩篇第54篇靈修指南。主題：在困境中依靠神的拯救。經文重點：一、向神呼求。大衛在面對敵人的威脅時，向神呼求拯救，他以信心懇求神的幫助。這提醒我們在遭遇困難時，應該立即向神祈求，把自己的需要和困惑帶到面前。二、神的名與能力。大衛提到敵人對他們的威脅，並強調神的名是他的保護和力量。這段經文讓我們明白，神的名字代表主的本質和能力，我們可以在的名下找到安全和庇護。三、神的應許。大衛相信神會施行公義，懲罰那些行惡的人。這提醒我們，即使在不公的環境中，我們也可以信靠神的公義，堅持正義，而不是自己報復。四、感恩的心。詩篇最後，大衛表示他會在神的恩惠中得救，並以感恩的心來回應神的拯救。這告訴我們，無論我們的處境如何，感恩的心態是重要的，它能幫助我們保持對神的信心和依賴。默想：當你面對生命中的挑戰或困難時，你是否會立刻向神求助？你可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培養這種依賴？你在信仰生活中是否經歷過神的拯救？這些經歷如何影響你的信心？如何能夠在生活中持守感恩的心？即使在困難時期，禱告：親愛的天父，感謝你是我的救主和保護者。當我面對困難時，求你幫助我，永遠依靠你，並在你的名下尋求保護。願我在每一次經歷中都能持守感恩的心，並將榮耀歸給你。奉耶穌的名禱告，阿門。行動：一、日常禱告，每天為自己和他人禱告，特別是在面對挑戰時，尋求神的幫助和指引。二、寫下見證，記錄下你在信仰旅程中經歷到的神的拯救和恩典，並在適當的時候與他人分享。三、感恩清單，每天列出3件你感謝神的事情，並在心中默想的恩惠。願這靈修幫助你更深入理解詩篇第54篇的教訓。願神的恩典與你同在。